你有冇諗過，我哋而家過嘅生活真係人類可以做到最好嘅選擇咩？好多人覺得社會就係咁樣，資本主義就係咁樣競爭、壓力、不平等，好似天經地義。但係真正嘅問題係，人類根本連想像都想像唔到，如果擺脫資本主義，會活得幾咁幸福。你試下想像，喺真正嘅社會主義社會，醫院唔係攞嚟賺錢嘅，佢只係存在嚟救人。你去睇醫生，無需擔心有冇錢，無需驚保險條款呃你，所有費用只係醫護人員嘅勞動成本，而唔係資本家嘅利潤。病人唔再係顧客，而係夥伴、朋友、同胞，嗰種安心感，今日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俾唔到你。再想像下，喺咁樣嘅社會，你返工唔係幫老闆打工，而係同同事一齊集體管理自己嘅企業，冇人會俾人壓榨加班，冇人擔心無端端炒魷魚，勞動成果公平分配，大家都可以有尊嚴咁生活。到時你唔需要再羨慕人哋開豪車、住大屋，因為物質差距已經縮到最合理嘅程度。真正決定你幸福嘅係健康、係自由、係尊重。喺咁樣嘅社會，細路讀書唔係為了贏在起跑線，而係發展興趣、發揮天賦。老人養老唔需要擔心破產，因為全社會一齊承擔，而唔係靠一屋人孤軍奮鬥。人類終於可以將精力由無止境嘅競爭轉向探索宇宙、研究科技、享受藝術、互相陪伴。仲有最大嘅幸福係心靈嘅解放。資本主義令我哋以為錢就等於價值，所以拼命追錢、追地位、追唔完嘅物質，但內心永遠係空嘅。而喺真正嘅社會主義社會，人類第一次可以自由咁活，唔係俾資本奴役，而係真正為咗人生而活。有人會話呢啲係幻想，係空想社會主義，但真正嘅幻想係仲以為資本主義可以解決人類嘅問題。現實已經擺喺眼前，財富集中、環境崩潰、戰爭不斷、抑鬱、焦慮、暴增，呢個先至係資本主義嘅結果。所以幸福唔係遙遠嘅夢，而係睇下我哋敢唔敢改變制度，敢唔敢團結起來，走向真正嘅社會主義。嗰一刻，人類文明就會飛躍。